第23首。咱这个世界有偌大的灾难甲影响，然后人若伫即款的情形内底，搁较合教的人，嘛只会当呼叫讲主啊救阮。有当时也是安尼，有当时咱真正毋知有法度做啥，总是咱求上帝特别扶持引带。所以咱讲赤鸟的主，海翁的主，赤鸟就是上细只的吼，海翁、金鱼，吼金鱼，所以是上细只甲上大的动物的主。咱咧学了这位主是对水较大，甚至互生神转世的主。所以当咱看到或是见识到遮个大搁水奥妙的时阵，然后咱也知影，咱人真无法度去抵抗遮个火灾、地动、天变。所以当咱伫即个过程内底，只有行为，只有当时啊，咱若真正拄着灾难，只有呼叫。所以愿上帝帮助咱，透过咱的吟唱，真正互咱来得到快乐。那么呼叫即位赤鸟的主甲海翁的主，会当互咱伫即款的天气，或是一款的变化内底来得到拯救。这是咱也是共款吼，咱来对第一节来吼来。赤鸟的主，海翁的主，光世清心的主，阮着怎样来敬你？阮着怎样来学咱？地动的主，呼风的主，地本扫高的主，阮着怎样相在人？阮着怎样来服务？这是咱来吟唱圣诗第484首。
这条歌真趣味啊吼，因为这条歌是台湾的作曲家陆伊德牧师所写的曲，不过是伫这个1997年信义中做伙伫香港组织的时阵举行大会所以这条歌吼真有迄个华人也是台湾人的迄个曲调的迄个味啦吼。所以真有意思。咱来读一个第一节的歌词的吼，咱来读第一节的歌词来。创造宇宙千神上帝，天开天甲地，一切生命活开源头，无分大甲小。你有警调服侍团队，伸手来牵成，万国真光照光管，全地得光明。咱来吟第一节就好吼，咱啊将这个曲吼，互较熟的吼来。创造宇宙千神上帝，天开天甲地，一切生命活开源头，无分大甲小。你有见证何塞团队，出来开声，万国真光照光环，全地的光明。真特别的一开始甲后壁，所以这真清楚就是这个华人的世界吼，大概有的迄个曲调的做法。愿上帝帮咱，也透过伫这个过程，不管是逐族逐国，拢学了上帝，才能陪伴咱的心。安全咱的心，咱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老师走。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正做一个。咱三甲来吟圣诗23首，这
照的主、爱恩的主，请会众起立并转手。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主，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马利亚出世，被分丢几日多前来受苦，变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是不公平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看启应文第61篇，以弗所书第2章，我来起会将来引。恁才会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伊都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互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甲诫命的甲规例。伊都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是要来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
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伊甲上帝的兵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结合。咱三甲阿头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并且掌管人类历史的全能的爸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定是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并且搁我担当阮的罪孽，互阮有永生的盼望，搁互阮赐互阮活命甲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快乐，搁是阮极时的帮赞。感谢你怜悯阮，帮助阮。赐快乐，互阮伫咧逆境的中间，你互阮教野的恩典，搁用你大快乐将阮扶持，互阮靠你来徛在。今仔日借着周伟传道信息的头棒，用油抹伊的嘴，搁赐互伊属灵、有智慧、搁有圣神的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谦卑、顺服、忍耐的功课，互阮公义心被打破，甚至互你来过旧换新。伫即个时阵，恳求天父上帝临在阮的中间，引带阮，圣神伫即个时阵帮助阮，互阮的心灵会当得到平安。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愿你将王权坐大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为你的拯救得到真实的平安甲福气，无搁沉沦伫拜偶像。求主赐福，互国家的首领、政府官员，互因会当行公义、好怜悯，用谦卑的心甲你同行，赐互阮一个良善的社会甲环境，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着你旨意的，求主你来成全应允；若是出着迄个歹的，求主你来阻挡看顾。愿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伫以弗所书所以，做一个为主、着主、做求欢的人，我呼劝你，既然领受上帝呼召，行为着符合伊的呼召，凡事着谦卑、温柔、忍耐、用听、互相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神只有一个，拄亲像上帝叫咱要得到的盼望是一个，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爸。伊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万有，搁伫万有中，阮逐个人。拢照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恩赐，照圣经所讲，伊升悬到上悬的位的时，带一大堆受掠的甲仪器，赐恩赐予人。愿主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相连团契，主如明亮诚心。
请泽伟传道，伊要传讲的信息是同心向前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我会当搁一摆来到桃园教会，来到遮来募款。我第一届来的时阵是伫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也感谢当时教会对我的支持，提供奖学金予我，我会当伫学校顺利的受造就，然后毕业。现在即马换一个身份来到桃园教会。我伫去年对新学院毕业的时阵，上帝引带我来到新地中会的新地大专核心中心，伫遮来服侍。所以今仔日是大专纪念主日，感谢牧师、长执以及会友伫过去对大专的支持、带导甲奉献，有教会的关心甲支持，互咱伫大专的事工顶面有较大的气力，会当去学校去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愿上帝纪念所有为伊来做工的人，伫分享今仔日的信息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一礼拜的保守，互阮会当来到教会来敬拜你。阮现在要来听探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安静阮的心，阮专心伫你的话语顶面。恳求主你赏赐信心，甲阮三个弟弟，来明白主你的话语对阮的教导。阮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以弗所伊是位伫即个亚细亚的一个大城市，对现代来看是伫土耳其这个国家内面。以弗所伫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时阵是非常大的城市，因为伊挖郡河口，所以伊的交通非常的方便。所以咱大家拢知影，交通方便的所在，就会有足侪人伫遐咧聚集。所以有人咧聚集的时阵，就有较好的城市发展。更加重要的是，当地遐也有非常多的宗教信仰甲族群伫遐。所以伫使徒行传19章内面，咱大家会当知影，保罗伊去到哥林多后，来到以弗所。保罗伊有2年的时间，拢伫遮咧讲道、传福音。伫遐，互侪人来信主，来建立教会。但是伫使徒行传19章后面，也有讲到以弗所有一个在地的信仰，是信靠即个叫做阿迪米的即位女神。阿迪米伫在地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也因为保罗伫遐咧宣讲福音，所以有一寡阿迪米的信徒无欢喜，所以来引起暴动。所以伫遮会当看到以弗所这个所在有非常多的族群以及信仰的团体，进入到教会的人嘛是安尼。所以当教会内面出现信主的犹太人、外邦人，搁有扰乱信仰异教徒的时阵，教会就会开始有产生足侪的问题。所以我家己认为以弗所教会有3个问题。第一，就是以弗所当地文化对教会的影响；第二，就是以弗所教会家己内部的问题；第三，佫有欠缺即个合一性的问题。伫今仔日的经文第一节是安尼讲，所以做一个为着主受患的人，我考劝恁，既然恁受上帝呼召，行为着符合伊的呼召。所以对即节经文内面，咱看到保罗讲伊家己是为着主受患的人。即句话意思是讲，保罗伊整个的性命甲心活，拢是伫基督的内面。甚至一直坐监的时阵，也是顺服伫基督的主权内面。伊伫监内面写批互正教会，伫遐唱诗歌学乐上帝。所以保罗伫遮透过伊的处境，来劝勉遮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请因来回想伫过去是怎样领受上帝的恩典，
甲上帝的拯救来到教会。保罗伫遮也提醒，上帝稳定的呼召，毋是一种特别的权利，搁较侪是爱负责任。这个责任是甚物呢？伫第2节，保罗就甲咱讲，诚做基督徒有啥物款的责任。第2节讲，凡事着谦卑、温柔、忍耐、用疼，互相宽容。保罗伫遮所讲的，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爱学习的责任。其实，保罗不只是对因讲尔，也是对咱讲。对咱讲，即个谦卑、温柔、忍耐以及疼心，拢是咱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咱基督徒爱将这个信仰的基础好好来学习，来回应上帝伊当时对咱的呼召。所以，伫谦卑是伫新约圣经内面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个事。所以，会当就知影，谦卑是咱基督徒应该爱有的表现。谦卑的意思是甘愿放下家己的身份，看重别人的利益，关过家己的利益。就亲像耶稣基督谦卑伊家己，为着咱放产性命，钉死伫十字架顶共款。而且温柔是一种对别人的态度。耶稣基督伊用温柔去对待每一个人，特别重要的是，伊用温柔的心去对待遐个犯罪的人。温柔是一种表达疼的方式，是对别人的关心。好，过来是忍耐。其实忍耐无论是伫旧约圣经，还是伫新约圣经内面，都一直出现。所以忍耐常常去用来去表达上帝的特质。所以上帝对伊的百姓忍耐，咱也要对学习上帝这款的态度。所以伊的百姓就是咱爱用同款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但是保罗伫遮用一个用疼、互相相宽容来补充这个忍耐的意思。忍耐是长期以来去忍受别人的缺点，忍耐这个无公平。但是伫这个忍耐的过程中间，其实是有足多是用疼来包容别人的缺点。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用疼来相宽容，是一种忍耐的表现。所以保罗搁伫第3节讲，用和平来互相联系，尽力保持圣心所属的合一，来强调这个和平的重要性。咱大家拢知影，伫教会内面和平就是甲咱爱和好，但是甲人和好正经爱做啥物？其实爱学习保罗第2节讲的温柔、谦卑，搁有忍耐，搁有用疼来互相相宽容。所以，当咱做会到的时，就会当用这个和平来互相来联系。但是，这个联系这个词真趣味，联系这个词伫希腊文内面是有2个词所组成的，一个意思是做伙，另外一个是联合。所以合起来意思是将无共款的人中间有发生共款的关系的人来合作伙，就是透过共同点来找到彼此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联系。所以，伫遮会看到，伫第1节到第3节内面，保罗想要表达的是，大家是因为同一个信仰，才组织伫教会内面的，是信心甲大家联系起来，互大家会当合一组织伫教会内面。这是信心所修饰的，也是信心所创造出来的，毋是靠咱家己来成就的。所以保罗伫遮就要考劝咱大家来学习这个第2节所讲的，来拍拼维持这个信心所属的合一，来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保罗为着要搁较加强伊所讲的合一，
伊用7个一来表达基督信仰的基础，就是合一。所以伫第4节，保罗继续对以弗所教会讲：身体只有一个，信心只有一位，就亲像上帝召咱要得到的愿望是一个。保罗伫遮讲的身体，毋是咱人的身体，是讲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信心只有即位的意思是，这个信心所想述的合一，是互无共族群的人消除彼此的对立，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对这点来看，会当知影教会是对无共款背景、无共款性格的人所组成的新团体。就亲像上帝召咱要得到一个愿望，是一个。这句话其实有回应咱第1节所讲的呼召，但是这有一个字愿望，这个愿望是甚物呢？咱会当对以弗所书第1章第9节到第10节来看。安尼讲，照伊所欢喜的，互咱知伊早就决定通过基督来完成奥妙的计划。这个计划，上帝要伫时机成熟的时完成。通互天顶甲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尊基督做头，联合做一个。这个愿望就是讲，这段经文所爱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要互天顶甲地的一切的受造物，拢尊基督做头，联合做一个。咱教会就是领受这个愿望的第一个领受这个愿望的团体。所以保罗伫第5节到第6节佫讲，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爸。伊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万有，搁伫万有中。这伫旧约圣经内面所讲的主，拢是代表耶和华，但是伫新约内面，通常拢是代表耶稣基督。信就一个意思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洗礼只有一个，代表是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所有的信徒拢透过洗礼进入到教会，合一伫基督的身体内面。咱大家拢知影，洗礼是用一种公开的方式来宣认耶稣基督是生命唯一的主。所以保罗伫遮佫较宣认上帝是万有的爸，是超越佫带伫所有的内面，将上帝的主权放伫圣心所需的合一，是上重要的基础。保罗佫伫第7节到第8节有一个真有趣味的转化，伊讲咱逐个人拢照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恩赐，照圣经所讲。伊升悬到上悬的位的时，带一大堆受掠的人甲伊去，赐恩赐互人。保罗伫遮有一个真趣味的转化，对合一转化到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无共款。但是咱爱记得一件代志，咱是伫基督的身体内面合一。既然是伫身体内面合一，咱就是身体内面的各种肢体。咱拢知影，身体若是要正常的运作，就爱各位的肢体就爱发挥家己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照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分量来领受无共款的能力。所以咱会当对以弗所书第4章看到后面有第11节讲到，伊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阁有教导的，就亲像咱人的身体内面有无共款的器官，分别咧做无共款的代志。这个器官拢运用家己的能力，为着要互咱家己会当生活。所以伫教会内面嘛是安尼，有人敲台、布置，有人会关心，有人会抓查经，有人会足够的祈祷，阁有带小组等等。每一个人拢发挥家己无共款的能力，阁同心合一伫教会运作的时阵，
互基督的身体更加的丰盛。就亲像16所讲的，身体的逐个筋节互相连接，相支持，才会肢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规个身体长大用疼来建立起来。所以对今日经文来看，咱要了解一件代志，就是教会合一是上帝所赏赐的。但是，才有一句俗语讲的，一个人行足紧的，但是一大群人会行搁较远。但是，才有一个问题要问：是甚物款的原因会当行搁较远？是甚物款的原因会当互大家做伙行搁较远？而且，如果大家想要对一个所在行搁较远的时阵，我认为这个团体内面要有共同的目标，大家为着这个共同的目标去打拼。所以，如果教会存在一个目标是分享福音，互搁较侪人知影，咱就要时刻提醒家己，要用和平来保持这个团体的生活，来保持这个合一。合一同心向前行，毋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代志。为什么？因为咱人会因为一寡的代志来产生冲突、甲误会。有的时就会讲说啊，这个人哪会拢无理解我？啊，这个人会拢讲袂顺声。其实毋免讲伫教会，伫厝内就是安尼啊。就亲像我的妈妈，就会经常甲我骂讲，我安尼讲你哪会拢无听？咱是要安怎做啊搁较好？但是，这就要先问一个问题：咱当有要好好做落来，好好沟通，来交流，来分享大家的想法，来讲为什么你做这件代志会安尼，伊做这件代志为什么是安尼做？当咱大家了解的时，就会当发现讲，其实咱的关系一直不断的进步。啊，这个关系进步的时阵，就发现讲，咱其实拢是对同一个目标在行，所以伫这个同心向前行的时阵，就必须搁较侪来起造伫耶稣基督内面这个真实的关系。所以伫我带的团契内面，这第一个是联合伫苗栗的联合大学伊内面的方舟团契。其实，这个联合方舟团契内面有真侪无共教派的人，有浸信会，嘛有长老会，嘛有慕道友，也有卫信者。但是，因遮的人袂因为因的教派无共款，就来产生分裂。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基督徒就毋免讲啊，因拢知影，伊是因为疼来到教会、来到团契内面来组织。但是对遐个慕道友、卫信者来讲，因来到这个团契，因发现有真正耶稣基督的疼伫内面咧运行、咧运作。所以外口的人看到团契的合一，是安尼的相疼和平，因看到就会自然瓦群来参加伫这个团契内面。所以，既然因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组织伫团契内面，所以伫遮因嘛有负责任去学习头拄仔第20所讲的遮个物件。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伫遮就是学习去怎样去服侍、沟通，甚至是入捌家己，互相相疼，同心为着团契的事务，为着校园的福音来打拼努力。我出来另外一个团契是这伫苗栗后龙的仁德兴旺爱团契。这个团契真特别，伊是一个伫学校内面的社团，所以内面的学生基本上拢是未信者。但是咱的同工透过这个生命教育，一个关心，福音伫团契内面渐渐产生对这个社团的认同感。福音伫团契内面人物信仰来改变你的性命。这些学生
虽然拢是即个无信基督教的，但是因知影即个社团是基督教的团体，所以伊伫遮嘛接受训练，来诚做以后社团的同工，来对即个学业的道路来行。所以伫即个团体需要搁较侪的陪伴，搁有耐心来甲因来斗阵。因为遮个人其实，因为即间学校是五专，所以伫内面的学生，上细汉的是高中一年级，高中1年仔的，所以是16岁就开始过大学生的生活，所以就知影伊对外口外地来到学校就开始有真侪的自由。所以伫遮，咱就关心因遮的性命，去陪伴因来，甲因来处理因生活中拄到的一寡问题。虽然因是高中1年，但是伊的感情的生活嘛是真丰富，无论是伫厝内，还是伫同学，甚至是因伫即个时阵就开始接受大量的别人的眼光。因的心内压力实在是真大，所以阮伫团体内面就是做安尼的工来陪伴因，甲因讲，即个时阵你会当安怎做？啊，有用一个圣经节来安慰伊的心，所以伊伫遮就开始来不断来参加团体，甚至伊嘛会招家己的同学来到团体内面做伙来参与，所以对即两个团体来看，无论是同工还是客友，拢运用家己的温事。伫学校内面有真侪事工爱做，所以有人会关心，有人会去校园内面发传单，有人的行政的能力袂歹，啊，阁有人画图的能力嘛袂歹，所以嘛有人真细心的看头看尾，所以透过这两个团体，你会当发现同心向前行，需要不断彼此包容、尊重、理解、甲沟通。所以，咱基督徒的学业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的联系，是需要信心来帮助咱的，互咱伫无共款的中间彼此成全。共同成长，同心向前行。所以，转去我头拄仔问的问题，一个人若是要行到搁较远，还是为虾米要行搁较远？这是咱大家会当好好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透过这两个例，会当看到，第一个要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既然咱伫学校的团体的目标是要互校园的福音更加的完全，所以对我的团体来看，我所爱做的就是陪伴因的性命，搁有训练因，搁有带因去做遮的代志，会当互这个团体无论人数的多还是少，拢会当一直伫即个校园内面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互侪人会当进入到团体内面。所以，我感觉教会甲大专嘛是安尼，就是咱大家目标既然拢是共款，拢是传福音，只是咱传福音的所在无啥共款尔。教会是伫即个地区附近的社区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大专就是亲像我头拄仔讲的，咱是伫校园内面来宣扬福音。所以，伫遮咱既然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就要来建立咱彼此的关系。所以，咱大专中心就会透过这个奉献主日来伫遮来甲教会请安甲报告，互各位兄弟姊妹知影讲，伫大专做了啥物款服侍，佮有啥物款的事工。
所以透过即个奉献的主日来甲教会建立即个真实的关系。所以也愿教会甲大专中心会当伫即个校园的福音事工内面彼此扶持，咱拢会当发挥家己的特质甲运势。教会的运势就是有较侪资源、较侪人会当来支持咱大专伫即个校园事工的顶面来支持。咱大专就是走第一线，就是去到咱实体中会有迄头竹苗3个地区，所以咱遮有3个工作者就走第一线，就去到遮桃园、新竹、甲苗栗所有的大专校园内面去宣扬咱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伫即个请安报告，互人大家知影讲，咱是咧做啥物的时阵，就是咧建立即个关系。所以我望就是伫即条校园的事工内面，咱教会甲大专会当同心向前行，对即条学校福音的事工来共同来负担，咱同心来祈祷。唱诗合一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出生以前，就拣选阮来成做你的囝儿。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经文，互阮知影，你已经赏赐合一互阮，下赐阮要来拍拼，来维持这合一。求主来继续帮助阮，伫这同心向前行的中间，有你的信心，甲阮三个伫地，帮助阮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包容，互阮有勇气会当甲所有的人来沟通，帮助阮会当来去了解彼此的想法。求主你的神，搁一摆甲我三个伫地，互阮伫咧学习的过程的中间，有主你的引带甲带领。愿你嘛看顾阮，无偏离主你的道路。祈祷拢是奉耶稣的名求，免。伫遮我嘛代表新竹大专学生中心来遮甲大家请安，甲报告一下，就是好，咱是伫新竹中会内面的新竹大专学生中心，所以咱知影讲新竹中会有足遥远广阔，伫对桃园、新竹到苗栗，所以伫桃园所以咱伫四三个所在拢有甚至拢有请工作者来伫遮来做伙来学习来培养遮个学生。好，所以我先来介绍，负责桃园的是李志成牧师，伊今仔日嘛有伫遮甲咱做伙来参与。嘿，伊带的团契，伊负责拢是伫桃园地区内面的团契。好，阁有伫新竹。邱敏玉牧师，伊带的团契是伫新竹地区的下一大学有清华交通，还有明星，还有这个元培啊、玄奘跟中华大学。过来是我是新来的，所以爱大家多多介绍一下。我的名叫做刘德伟，台语名字中文是刘哲伟我头拄有讲我去年才毕业新来的，所以还需要大家多多指教跟关心这样子。我负责的团体有联合大学，甲有裕达科技大学，甲有这个仁德医护专校。咱遮三个位拢有义工辅导甲陪伴做伙来带学生安尼。好，伫遮先来甲大家报告咱。伫去年有啥物款的事工？真感谢主，伫过去伫2023年的时阵，是咱新竹大专中心成立60周年的
时间，所以感谢上帝引带甲陪伴，互咱会当伫即个中立教会有举办一个60周年的感恩的礼拜，啊遐嘛有足侪人来参与伫中间，有足侪毕业生，阁有牧长，阁有咱的在校生嘛有参与伫即个感恩的礼拜内面，啊嘛继续祈祷来望上帝会当阁较引带，阁来引带后一个60年安尼。好，阁有一个，这是2024的一个曙光，就是这个团契联合剧。这个团契联合剧是招桃园、新竹、苗栗所有的学生组织起来，做伙去来联合聚会，来彼此互相互相熟悉，伫遮交配，伫遮会当来交流，讲你的团契是怎样来运作，还是伫团契内面，恁有啥物款的聚会内容，也是恁伫校园内面拢是做啥物款的事工，伫遮都会当互相来交流沟通，会当来学习，将好的物件学转来咱家己的团契来使用安尼。所以还阁有其实咱大专中心的事工，不只是对咱家己的学生尔，阁较侪嘛有对外口的，就是正教会的人会当来参与。所以，阮伫2024年有一个辅导培训工作坊，这是辅导的，迄个工作坊的内容是辅导的自我照顾。咱拢知影，新的改变内面有一句话真重要，就是疼厝边亲像家己。所以咱大家拢知影，咱大家爱先去关心别人，之前爱先关心谁？爱先来关心咱家己。所以伫即个工作坊的内容就是讲家己辅导每一届拢去关心别人，一起付出，啊，你无物件入来啦。若是无物件入来，就会开始开始情绪低落啊，不舒服啊，安那。所以伫即个工作坊内面，就会教遮个辅导讲说，你是要透过啥物款的方式来自我照顾，来补充家己的能量，来搁较侪会当去陪伴别人安尼。哦，啊，搁有这个毕业生灵修营，这是咱新体大专学生中心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咱这是讲是送互毕业生的一个礼物。啊，为虾米讲是送毕业生的一个礼物？伫这个营会内面，咱会当教互学生的是虾米？其实毋是外在的物件，拢是内在的物件。所以伫这个营会内面，咱教因要怎样去灵修，透过祈祷甲默观的方式，来甲上帝来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也透过读经、祈祷，教因怎样去灵修，来较近我上帝安尼。啊，阁有一个解梦的工作坊，有人讲梦，迄个梦啦，拢是上帝互咱家己的情书啦，只有咱家己知影，别人拢毋知。但是咱都知影讲，为虾米咱会做这个梦？若是对科学来看，这是潜意识啦，就是即将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内在里面有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会开始做这个基因类似的梦。所以伫这个工作坊内面，就邀请迄个讲师来甲大家来讲为虾米你会做梦？啊，你做这个梦代表啥物意思？其实就甲药师共款，就会当有一个药师会解梦嘛。所以伫这个工作坊内面，咱就知影讲，去学习去怎样讲说，我做这个梦是因为啥物？是因为我家己的生命故事吗？还是我最近是产生啥物款的压力？还是啥物款的代志会当互我出现即个梦内面？所以伫这个工作坊内面嘛是教互学生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好，啊，这嘛是咱的营会的，就是这个戏剧灵修营。这个戏剧灵修营透过戏剧的方式，啊，这个戏剧，这是戏剧爱演啥物？演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透过讲故事，透过讲故事，甲演这个生命的故事，互迄个讲故事的人知影讲，为虾米伊的生命伫迄个时间内面有产生安尼的状况出来？
就譬如讲，我可能拄着别人咧冤家的时阵，我真紧张。为虾米？有可能我细汉的时阵，看到爸爸妈妈咧冤家的时，我就会走去边啊，也是进去做一个莫冤家安尼。所以这就是会当来去探讨的一件代志。啊，当然探讨家己的性命故事了后，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灵修来抚平这一个不安定的一个情绪，这样子。好啊，伫旧年因为是新的学期，所以咱有一个迎新的茶会。我嘛感谢新德教会一直也支持咱大专的事工，互阮有一个场地会当来使用安尼。好啊，这个是可以，若你要这个生活营，啊，这个可以，若你要若是用希腊文来讲，就是可以诺尼亚，啊，这个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伫这个宴会内面，咱来陪伴学生讲，团契是啥物？啊，伫团契内面，你要怎样来生活？啊，知影怎样生活了后，你就知影要怎样享受团契。所以伫这个生活营内面，就是体验这个团契所带来的物件，所以才有下节体验团契的奥秘。但是这个奥妙是啥？其实每一个人所得到的都无共款，所以这就是望就是以后若是同教会有一寡大学生，若是伫这三个所在，也请伊做伙来参加安尼。啊，旧年里这个是艺术戏剧灵修营的工作坊，啊，这个是咱头拄仔讲的戏剧灵修营的前导站，就是来介绍讲戏剧灵修营是咧做啥物安尼。好，啊，这是咱今年的曙光，就是3月22号的团契聚聚，咱要带学生伫新竹火车头遐，带大家来认捌新竹这个城市。啊，还有一个227到3月2号是咱的戏剧灵修营，啊，5月2号到4号是我们的毕业生灵修营，也希望各位兄弟姊妹会当为着这个曙光来祈祷。啊，咱还有一个曙光，这个曙光是更较蛮重要的，就是这个清寒奖学金甲志工助学金。啊，这个申请的办法是每一学期申请一摆。咱有这个志工助学金甲清寒奖学金的设立的原因是，希望学生，因为有一寡大学生因为厝内经济问题需要去打工啊，还是因为一些状况需要去外面来打工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咱就设立这个清寒奖学金，希望伫伊经济方面会当较减缓伊的压力，可以让他在原本可以来团契的时候，可以来团契的时间的时候，让他来团契聚会这样子。啊，这个志工助学金就是运用打工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有额外的那个经济收入，这样也不太会占用到团契的时间。所以这两个这曙光设立的原因，都是想要互学生会当好好来团契来聚会安尼。好，啊，还有一个这个团队人的专款的奉献。啊，这个奉献目前有一个，我等者牧师爱，好。所以伫遮邀请为着实体大专来带导甲奉献啊。啊，伫遮咱嘛因为现代科技较发达，大家即马拢用 FB 甲 IG， 所以咱嘛有粉丝专页啊。这个粉丝专页爱搜寻那个呼叫桃竹苗长青团契这样子，啊，就会看到这个首页啊，会记你按个赞、分享，啊，这拢唔免钱。啊，嘛是一个伫网络的时光顶面会当做使用。啊，若是有 IG 的，咱嘛有 IG， 所以会当嘛扫迄个 QR code 来分享安尼。好，我讲到这，多谢大家。谢谢所位传道的报告。咱3个来吟诗484首。
碰到宇宙天神上帝会众，请起立应专守。请刘泰山、王东引一书。
上帝，阮感谢你恩典赏赐，今日我才有机会踮遮举行礼拜组织，为着是要学劳你。阮即时有献淡薄的金钱，求你来减纳，要用伫教会所做的逐项圣工，若是有合你心意，求你甲阮同行。我安尼祈求，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会长请坐。报告大圣，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凡事着谦卑、温柔、忍耐，用听互相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以弗所书第4章第2到第3节，请。凡事着谦卑、温柔、忍耐，用听互相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系，来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所赐。后周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第1页，周间的聚会教育部小组甲奉献的名册，伫第1页、第2页，请咱家己来看。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为着新德内转奉献的主日，咱非常欢迎刘哲伟传道甲李志胜牧师前人来咱教会来分享圣道。咱为着这个事工来关心大道奉献。今仔日是1月份定期中执会下晡1点伫701教室来召开，会后煞开小会。后主日行政部部会中昼12点30分伫6楼办公室。教会消息：女子神学院圣经课程的招生。具体消息，本会邓亚忠执事甲刘依林姐妹伫咧即礼拜，第即礼拜18号下午2点伫教会4楼4楼伫礼拜堂咱遮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并邀请来观礼，为着新人来祝福。咱停车位毋好搁停，咱停车位留互咱的来宾，咱教会的兄弟。停来咱的地下停车场，也是附近的停车场。其他消息，合作社会员大会1月19号中昼12点30分到12点半伫咧伫遮礼拜堂来举行，请社员来踊跃参加。来，请牧师来介绍报告。来，我来补充报告哈。头一项，咱先来感谢今仔日伫咱中间的大专工作者泽伟甲志胜哥请咱拍拍啊，欢迎因伫咱中间。泽伟是台中代理人，总是伊的读册的时阵伫大学的时阵是伫台中，然后。新南医是伫台南，目前伊分派就伫苗栗，所以原上帝帮咱扶持。我过去一开始做团队的时阵，我也分派伫台南、台专，所以我时常咧讲，大专工作者其实就是咱教会派伫校园内底的宣教师，因为咱伫社区内底嘛总是大学的社区。咱无需要传福音的人，有嘛所以
专的工作者，就是咱教会派伫校园、大学校园内底，伫校园内底负责咧传福音的第一线的工作者。所以我要持续请咱特别为因来祈祷，特别因为昨月来到新德中会，其实是一个新热，因为这项代志2015年啊是16年，阮就开始为着这项代志咧祈祷。当时就有教会牧者也提出邀请，讲毋茫会当加一个工作者，因为咱新德中会伤大啦吼，所以因要安尼走，应该走一个学校。这个工作者吼，要走一个学校，有可能当时啦，伫中新德要走去苗栗吼，大概爱点外钟，然后去点外钟，转来搁点外钟哦。去嘛袂当只有伫遐安尼淡薄的时间尔，所以一定爱有工作者爱陪这个学生，有当时爱到真晚。所以阮真早就为着这项代志咧祈祷，上时也真侪人为着这项代志咧募款。所以今年好不容易，对旧年开始，咱就申请一位成全一位传教者伫咱中间。不过，这个咱阁需要为着这个，除了咱得多奉献是为着大专的事工以外，随上这位大专的工作者，有缘需要捐款来募款啦吼，逐当拢需要。所以咱若有想讲要为着大专的工作者，新德大专的工作者来特别募款的话吼，咱会当伫咱的奉献袋啊顶头特别注明啦吼。虽然咱已经奉献了吼，所以特别注明，就是为着大专工作者，也是大专的传教师、传道师的奉献，这个就会入伊的专户内底。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若会使，要邀请咱大家，若有迄个心感动，毋茫咱真正有人伫咱的南区的这个大学内底来服侍，请咱为着这位传道师来奉献，吼，这会诚做传道人的捐款，伫咱教会的伫这个中会内底的捐款啦，吼，所以伫遮要呼吁咱大家，咱若有感动的话，请咱。会当甚至会当定期，就讲每一个月来为着这个传道人的捐款来奉献，大专传道人的捐款来奉献吼。所以这是头一项。咱嘛爱多谢因持续不断努力，就伫这个校园的事工内底咧服侍。我来这文彤今仔日转来啊吼，所以咱欢迎伊伫咱中间啦吼。过去安尼。一冬久吼，迄个大概转去到台南吼，这个过去伫咱的圣歌队咧服侍，多谢文彤吼，今日搁调人转来吼，参加转来看咱的老朋友啦吼，欢迎转来团的先吼，一定爱拢转来团教会，愿上帝帮咱扶持啊吼，祝福带领。毋知我有第一遍伫咱中间，那个要不要介绍一下？帮我介绍一下他们，可以吗？来，不要哈，不要，好，不要特别介绍，好了，好，不要特别介绍，我们私底下看到就可以跟他们打招呼哈。我们在咱伫遮哈，就是有互相的分享，做兄弟姊妹的分享哈，所以等者私底下咱会当有真侪的关心加联系，愿上帝帮咱扶持特别是遮尔冷的天气哈，请咱等者咧。平安礼时一定要手到迄个比咱的手较小的迄个人为止啦吼。所以愿上帝帮咱也祝福人民这要过年啊，所以请咱嘛爱保守咱的心怀意念。咱三个来吟诗祝福差遣第396首，用请起立。搭马线会求主赐福。我关心要求快乐，爱给。
主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听他，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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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请坐。平安日，咱互相请安，耶稣听你。